好，子哥，咱讲好啊，要送对方一个足特别有心意的礼物，嘿，用纸做的，嘿，你准备好啊？我准备好啊，准备几啊工呢？嘿，哦，几啊工哦，这用心，哎呦，一两三，秀出来好不好？好，来，一两三。嘿，好子哥，你知影我最近哦，爸爸拄啊过去是爱，互我小互我爸爸哟。拄啊好啦，拄啊好啊，遮用心你爸爸收到七束花啊，足欢喜伊会的啊。做欢喜，做爱花呢。凊彩开啦。这是金纸做的花。啊，过年要到，你包一个较大包。是啊，足用心，多谢啦，多谢啦。好，我这嘛有心意啦。啊，你这是啥物花？这是用纸做的花啊。哦，这是纸哦。是啊，足油的，你较细腻的。嘿，啊，你若是无介意吼，你会使送互恁某啊。你拢无用心准备礼物，我帮你准备。这怎有困某？啊，今日主题啊，甲纸拢有关系。嘿，足特别的，足本土的，可能爱失传的工艺。哦，老功夫哦。是啊，啊，今日咱的好朋友呢，嘛是手工足厉害的一个水查某囝。到底是谁？好，一转。嗨，欢迎。嗨，你好。你好，大家好。足久无来啊！足久无来啊！好，多谢你，我嘛有花要送你呢。谢谢啦，这你家己拗的哦。唔是我啦，是工作人员昨无困坐好的。是我的手工做好。手工你嘛要做手工？互我妈一个。系啊，我帮你摕。好，多谢。你嘛要做手工？我嘛会晓做手工，because 你靠是啊。咱讲会出来台语的时阵，英文就会跳出来。因为吼，我细汉的时阵，我妈妈呢做介意手工，就伊带我做伙去学，嘿上课。比如这个话，就是苦梅啊花。苦梅啊做的花。你因为你会讲 because， 但是这个苦梅啊花，你讲会出来，这有哪厉害啊呢？真正高吧？这就是你摕迄落铁线，铁线凹出来一蕊花，啊，搁摕苦梅啊，包起来。我本来当做这个花的品种叫做苦梅，可能食起来有苦梅啊苦梅。无，你啥物爱食？梅啊做，结果是苦梅啊花。梅啊花丝袜哟，是梅啊做的花。你今仔日的路顶较济吼，咱两个拢是台语无？你甲我水，我顶下搁清点吼。对。迄个工课包紧甲叫。工课包嘿，啊，今仔日咱讲有到咱先生呢，拢是工艺真好的特别的人士哦，来。邀请咱的工课伴山弟妹，甲咱介绍。大家好，我山猪妹，今日要介绍的两个老师啊，都是咱台湾上敖做纸、甲上敖做钱的老师哦。欠钱的准备好啊未？今摆就紧来看 VCR。头拄咱看的两项物件，拢是用纸做的，一边是通草做的纸，啊一边是
竹仔做的金纸。到底这两项物件要安怎变成纸呢？即摆就要来欢迎导览先生来甲咱讲啊哦。第一位要来欢迎的导览先生，就是通草保存大赛黄静书黄老师。哎呦，老师你好。老师。人咧做兵拢是时赛连长甲排长，你去做兵甲时赛通草。对啊。伊一时赛就时赛20年哦。是。别人拢替我去带囝生某啊，伊搁咧看通草。生囝。哦，歹势歹势，我刚才你有看。囝生一个某，这个怪怪。嘿，唔好啦，安尼唔好啦，我刚才你敢看通草尔。所以老师今日就是要来甲咱讲。做兵是咧偌无聊，伊才会一直要看通草啦。欢迎老师，谢谢。在第一位要来欢迎的导览先生啊，就是金银纸的国宝陈坤辉阿公。阿公，来，行，好，豆豆行，好，行，我带你来去遐。好，苹果鱼节省。阿公，你坐过来，好，安尼，徛到我讲话，好，安尼会使。阿公，恁是100年金纸店第3代，对。你本人就做55年吼，对。对啊。较早一个月就会当赚100万哦。大家乐的时阵。哦，你签大家乐？不是，我做金纸卖人抢买。哦，唔是，你去签大家乐。金纸抢买。哦，伊迄时阵啊，迄金纸是烧甲生命拢一直咧加班呢。毋过即马金纸烧较少啦。袂要紧。即马爱环保。系环保。所以即马我改变讲。做较好咧，烧较少咧，烧较少诶，嘛是拢有退着啦，所以阿公甲新民拢会使较早下班啊啦，对，好，欢迎阿公，遐坐。阿辉伯啊，阿公，你几岁？85。85。看袂出来。看袂出来。我老年驾驶3摆通过。哈？老年驾驶。嘿。 3摆拢通过。哇！目睭、手、骹拢爱有力，手爱袂使喘。嘿。若喘就淘汰。你哪有法度一个月赚100万？大家乐的时阵啊，买货赚1倍，加工搁赚，安尼斗起来100万。 600万。600万？嘿。什么意思？你一个月赚600万？6个月赚600万。6个月哦。你即马搁有咧做无？有啊。 搁有咧做。即马做较精致化。精致化。安那讲金纸嘛有精致。拢正下薄啊。哈。正下薄。正小薄，就是你烧一张，生命可能会收到100张啦。我知，我有听讲吼，好的金纸啊是看每一张顶悬的金箔，是毋是？有金箔才会算。真的啦，毋是化学做的。是，真用的迄个正原德的纸，嘿，烧了白烟，嘿，那乌烟环保讲迄污染爱换，嘿，咱咧烧了白烟无污染。哦，因为是顶仔做的。哦，我烧金纸烧47档哦，我唔知影金纸是竹仔做的。我嘛唔知。你嘛唔知？我冇想过这个问题。哦，真的，这今仔爱好我来介绍者。是。连咪真麻烦你哦。好。哦好，谢谢。这边哦，你哪有法度做兵做甲去做通草啊？通草。嘿是。 伊迄是草啊，对，但是台语念做草，毋是草啊。嘿，因为迄当阵我伫新竹做兵，做兵是叫替代役，所以派文化局去咱新竹的南门做这个调查，所以接受了咱这个通草的文化，这个工艺。因为即马要消失啦，因为会晓做这流草的迄个师傅吼，拢80岁以上啊。嘿，差不多甲阿公共款，拢是咱国宝级的。对。嘿，即马。 台湾差不多找有的可能50个会晓做这个工艺。嘿，这个通草你捌听过无？冇听。我是真正是做工课的时阵，看到这，才想到我幼稚园的时阵有算过，对，有算过。算通草，但是咱叫做是迄是普利弄。嘿，但是迄是植物。 不是普利弄，是安尼哦，硬扣扣的还是嫩嫩的？嫩就轻，有够轻。不是抓泥土，
唔是，无共哦。有水分的时阵是软软，但是打起来了是定定，啊，所以会使做咱的美术课的这个劳作，就对啊。大自然就神奇的。对，所以做神奇的物件，咱会使来了解一下。阿公，你捌听过通册无？唔捌听。你捌听过？哎，做伙来听，做伙来听啦，吼，通册来，有请老师。草唔是草，所以是一款树啊。啊，伊上重要是咱要对伊的中的一个心，甲取出来了后，来做纸。安尼哦。这拢用人工，咱原住民就是安尼哦。而且你也是对，厉害，讲得这厉害。对，你一年就出来安尼。这个心取出来了后呢，咱就用刀甲流叫做下，都做薄，遮薄，遮透呢。清朝迄当阵的迄个通草话，袂褪色，历史对。哦，所以这嘛伊足神奇的所在。做伙来听啦，吼，通册来，有请老师。大家好，我是台湾通草协会理事长黄进书，今仔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个咱台湾足神奇的植物，叫做通草。啊，那要拄这个通草的通草心呢，变做咱这个纸花，这个会使变魔术的所在，所以咱会来一个来介绍通草花要安怎来。通册变成花，咱即摆看到这就是咱的通草。咱若讲国语哦，迄个草不是草，但是用台语就讲草唔是草，所以是一款树啊。伊的这个树啊，敢若木瓜的叶啊，对，但是是这个茶的这个造型所以唔是草啊，是这个木插头就对啊。伊上重要是咱要对伊的中的一个心，甲取出来了后，来做纸。但是这个历史呢，大约到咱这个清朝的时阵在有170几年的历史，拄这英国人来咱台湾有发现这个通草的这个物件，所以迄当阵咱台湾第一个用这个拉丁文作为这个植物的这个名就是咱的通草。所以咱会使看后一张，这是用这个显微镜看出来，所以有这个细胞在里面，所以甲咱一般的纸无共款。咱这金纸也是咱一般的纸，是这用竹啊，也是茶去手抄出来的纸。但是咱即马这看，这是直接用流的，用写出来的纸，所以这特别无共款。所以咱讲伊是一个这个通草的草，唔是草的草，是安尼的原因来。伊要安怎取出来咱会使看这张这就是咱这植物甲破病的时阵，咱会使看到这个所在。咱用这通脱。伫咱的这个原住民，就拢因为这款植物是咱的山顶，超过2000公尺以下的生长，所以咧，咱原住民甲种出来了后呢，甲取来了后，用通脱的部分，咱嘛会使叫咱妹妹甲这个工具，大家试看卖，要安怎对这个根内底，甲这个心取出来。这足特别的痛出来哦，甲痛出来，阿公你甲痛出来，阿公这支甲插落，啊，迄支甲喷出来，插这，嘿，这支甲插落，啊，迄支互喷出来，出来，哎呦，厉害，讲得真厉害，你一年就出来安尼，哦，厉害，但是这因为咱那个功夫的关系所以敢若30公分尔，咱的原住民会使用这个1公尺的长度的这个通草，所以真无简单，咱嘛会使请主持人用这上青的叫伊试看卖。这无通过，无通过，你通看卖。你爱两边头甲用力。好，安尼。阿公，看有法度讲，阿公你来，你拄则通了袂歹，对吧？搁一摆。我无法度，你有法度啦，你试看啦。我无法度，有啦。哎呦，无法度无，要用机，要用机器，哦，你讲巧，你爱安那？你个靠骹讲，安尼哦，那无，
这拢用人工哦，咱原住民就是安尼哦，而且原住民呢，伊通一公尺长的哦，嘿，所以好一个可能1点钟嘛通袂出来。哇！这是爱啥物技巧？两边。有吗？无动呢。所以无简单吼。我咧叮当。咱所有的拢是环保的，吼，所以拢用人工，无用机器的。所以以早咱的原住民吼，就是用这个吼来趁钱，吼好。来，咱搁继续来介绍吼，就是咱这捅出来了后呢，要安怎变成纸吼？来，咱来看影片吼，就是这个心处出来了后呢，咱就用刀甲流叫做写吼，那写甲写做纸。都足薄，吼，咱嘿对，伊速度足紧的呢，足紧，就是咱咧看，就是这支对，啊写做皮，两个这支啊为下骹安尼啊薄安尼，你甲练落，对，啊咱嘛会使请咱主持人吼来试看卖，是不是？即马要开始写，用广告来写就好啊。你有法度甲写做这薄练过皮啦。安尼写，无啦，你袂使登去有无？伊安尼写一练啊。薄安尼，嘿，薄安尼。空到尾一条长长，对啦。安尼你试看卖，我试看卖，感觉。啊皮你要用迄哦，嘿啊，啊你爱细哩哦，哎，安尼你这做咧。这个刀啊，无好。对哦，这手型有型哦。安尼是啦，安尼耍。安尼，哦，我知。爱从罗先撞安尼啦。但是一无注意就登去啊，对无？哎，安尼，对不？安尼也是还可以啦。还可以哦。对，安尼算足厉害啊。啊，但是登去呢，安尼就袂无入价。哦，咱的师傅呢爱写差不多安尼1米长。哦，啊伊若要出师吼，爱写250斤的这个通草心，才有通出师，才会使出师。所以250斤，你看这一支才偌重尔，哦，所以真无简单。这支会使写偌济的纸的？伊即摆差不多这个长度会使切做2片，啊，咱的手安尼写，所以咱的妹妹会使有变成安尼。嘿，写出来就是米纸。接薄。嘿，所以咱英国人吼无了解的时阵吼，就是这是米做的，吼，所以应该号名号做米纸。但是呢，这是环保的，哦，安尼，甲咱这个金纸、手抄的纸无共款。嘿，使套用。啊，刷落来呢，咱就会使在这个纸呢，通草纸来染色，染色了后，咱就会使做这个卡片。哦，所以这张卡片你看，这是清朝留到即卖。哦，迄当阵咱足侪阿叔啊来咱大陆的时阵，伊要转去像炸破手，哦，所以就炸这个叫卖一寡咱中国的这个物件吼，啊，所以你嘛会使看咱手头有这个收清朝100多年，迄当阵画哦，吼，啊足趣味的，咱嘛会使看有一张吼，嘿，因为咱有这个耶诞节对无？哦，啊，这英语安怎读 ？This Christmas，足趣味的对无？所以伊早英语是由咱的中文直接去翻译的，所以毋是 Christmas， 伊是 Christmas。嘿，所以这是表示讲这有年代一个建品就对啊。咱上重要的一个工艺要做啥物？就是做咱这个花。哦，所以咱手头这个纸，啊，咱的师傅吼，甲做。无共款的花，所以咱拄仔看到的主持人摕到迄个花，吼，咱花甲比作咱的爱情共款，吼，咱的爱情呢，你若送青花的时阵，对无？但是足紧就冷去啊。对。啊，咱若送塑胶花，敢佫作假。哦，所以咱会讲，咱这通草花是啥？真的假花。为什么是真的假花？因为是伊植物直接做的，真的。吼，但是为什么佫是假花？伊毋是塑胶花，伊是藏足久的，就甲咱的爱情共款，吼，会使永生花，共款的意思，对，伊嘛是永生花其中的一种，对，吼，所以咱会使做这个花，吼，所以咱即马咧推广这个工艺，嘛真无简单，吼，啊上尾一款就是咱做迄个美术的劳作，吼，劳作的这个课程，吼，所以咱会使做动物啊，吼，啊做足侪造型的这个工艺品，吼，这是咱这个。通草的推广的过程就对啊，吼，来，吼，啊，即马咱因为吼，这个từ秦始皇的年代就开始有这个历史，所以有2000年的这个工艺历史，
吼，但是呢，伫咱这个200年的左右吼，清朝开始甲推广的时阵吼，因为即马慢慢无人知影，所以咱即马甲大学研究吼，要安怎染色，要安怎保存这个工艺，所以咱即马有咧做这个推广，嘿，对。咱主要就是要甲大家讲，这个通草心要安怎变做这个纸，这个工艺特别要即将要消失啦，所以希望讲咱有这个机会来做推广，大家会使更加介意咱这个通草，甲咱这个台湾吼，将特别的这个人物吼，甲推广互世界大家所了解，嘿，这就是咱今仔的介绍，多谢。讲吼，即摆敢阁有咧生产这个通草纸？即马就是讲咱遮的师傅吼，拢80岁以上，所以即马差不多无生产这个纸，完全无。对，但是伫过去咱这个民国年代吼，所留着遮流出来遮的纸吼，阁有3个仓库，吼，差不多是3000斤左右。哦，以咱即马所使用的这个量吼，可能用袂了。嘿，阁可能用100年嘛，用袂了。所以妹，你拄则你有摕一幅图，嘿，迄是啥物年代的图？就是清朝迄当阵的迄个通草画，嘿。啊，恁有搁定画过遐？无，伊这就迄当阵保存落来，嘿，袂褪色历史对，所以你即马咱的英国迄个植物园内底，吼，拢有这个收藏，就是迄当阵收落来，一直留到即马。那袂褪色？那有可能袂褪色？对，所以因为伊这个细胞壁的这个问题，吼，所以这画遮袂褪色，嘿，伊也无迄个氮气，吼。袂生菇，伊是会使保存足久的。嘿，所以讲咱这是养生会这个部分嘛是安尼来。但是我摕一个通草纸，伊凹就破去。对，所以也无安怎做？咱要做的时阵吼，小可喷一寡水，伊就变软。吼，包括咱即马这是登去了是袂弯翘，嘿，但是咱拄啊取出来，迄个内底有水分有无？拄啊迄支，嘿，你会使甲弯，你会使就甲弯，对，所以要变造型的时阵，就会使喷水，伊就会变圆形，对。伊嘛是一个中药材哦。你食看卖？这会食啦，这因为是植物的啦，但是无好食。你若掉沙的时阵有无？吼，啉这甲煮茶来啉，会利尿。嘿，咱迄个要生囝了后，咱的这个迄个妈妈有无？要哺乳的时阵，吼，共款咱掺猪脚去煮的时阵。伊嘛有即个通乳的即个功能，所以伊是一个中药材。所以这嘛伊足神奇的所在。真好用，真对。神奇。刚才有你吼来讲伊即个故事，我甲伊保留落来，阮才知影会使看到伊的光景。对，绝对袂失传呢。袂使失传呢。惊这个功夫会失传。即马阮搁咧想办法。继续加油！加油！谢谢。阿公，今麦要换你啊哦 ，OK 吼，好，啊你先去遐徛，啊我等下才甲你带。好，阿公加油！加油！啊，这就是我当然是讲推啊，你含长纸、切纸。哦，啊，迄支10斤。你搁试看嘛？这支安尼。哦，阿公压起来啊！太厉害了！在切纸机我用37年啊。阿公，你的手，互大家看者。呀，这叫家己缀着。你的手拢是有迄金纸，迄个金纸嘿。哦，啊，迄个漆黄的叫做铜胶。铜胶，迄会使食哦。真好食，弟弟。真的吼，我就讲嘛。哎呀，加起来啊。阿公，今麦要换你啊哦，好，啊你先去遐徛，啊我等下才甲你带。好，阿公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德南中港做金纸的，我已经做要3代，超过100年啊。哦，啊，即马我总改变讲环保金纸，哦，
对，啊，那个讲咱环保来，化安尼。对，咱即摆来遐讲故事，互大家听。欢迎阿公。哇，哦，即张开始讲。咱做纸吼，爱用涂骹底起来滴啊，哦吼，2年至3年的滴啊较幼，哦，吼，加脆了后再用机器嗯，烘过，韩国，吼，啊再做纸，啊，就会使烧掉啊。啊再落去烧吼白烟，哦，吼，啊灰吼嘛白色的，哎，就是讲符合环保。哦，较袂污啊，染。你若用回收的纸板啦，哦，搭错落去做吼，哎，烧个乌烟，哦，是安尼。啊，就乌烟环保讲迄就是污染。对对对。安尼。所以恁住较早就拢用竹啊，啊是尾啊才改用竹啊。系啊，哦，了解了解。阿公，你是甲你问讲，你较早就用竹啊吗？还是后来才改的？无古早就用竹啊，古早就用竹啊，嘿拢爱2、3年的竹啊3年。 ，2、3年的竹啊，大颗袂使，大颗像我安尼就袂使，嘿爱像好子干爱的差不多会使。 2、3年， 3年。啊，比较较幼，哦。嘿啊，做纸到了后，嗯，再摕来做金纸，哦，哦，啊，即马裁纸机哦，哎，电子化，嗯，即台裁纸机我用37年啊，哦，啊，较较早拢用钢皮啊焊，吼，嘿，啊，即马拢改吼电子的，嘿。讲对啊，你遮有人要举看卖无？这较早支好，来请啊，举。夹一支刀，一支哦，一支。啊，手爱夹刀有刀无？刀哦有刀，爱夹刀，啊，将来爱夹刀，啊，钢腿安尼焊，哦，迄支刀，这支刀。嘿，嘿，哎呦喂，无啦，嘿，一支夹袂起来呢，较早用人工焊，喊哦，嘿，哦，嘿，你当。啊，迄支10斤，啊嘛有12斤的，哎啊嘛有8斤的，迄啥啦，体格较细汉的夹8斤，哎，啊，较大汉的夹12斤。哎呦喂啊，啊，中迄保了树林吼，迄个日本时代政府骂咱做，嘿，头做要掠去关，对，关29天，关然后要关29天诶，安那？警察毋免写报告。连这你就知？哎，皇民化政策，日本时代，哎啊，日本政府要叫你去新社做礼拜，无人要去。哎，哦，啊了后政府怎呢？日本政府就叫你庙门爱关起来，哎，金纸袂使烧，嗯，烧金纸要罚。安尼哦，啊，许多人怎呢？唔敢做，哎，吼，安尼。阿公，啊，你相片啊，迄这就是你吗？是我当然是你钢腿啊，你焊，啊，这断纸、切纸，你个试看卖。哎，这个安尼。阿公压起来啊，这刀安尼吼，安尼焊。哦，迄个刀啊刀啊迄个，啊，较早才有一个刀啊嘛。对啊，这刀爱你夹的，哎，这正头安尼夹。镜头夹对咧。，啊，这支啥安尼夹起来安尼。哎，烤，哎呦喂，哦，啊，差不多5寸，3个钢腿啊爱到底安尼。到底哦，嘿啊安尼动落到底哎呀，哦。啊3个安尼。害你害你。啊，断纸好了后，哦，再来八纸，哦，吼八纸，吼，八纸是啥货？啊，这中一个这下报，下这下报哦，时报。大陆来，咱台湾无做下报，哎，下报。吼，啊，拢爱大陆来，嗯，啊，这个加陶瓷，哎啊，电子的爱高密度的，哎咱做金纸用低密度的，哎，哎，啊，这个啥你知无？这个在刀，又看卖，这是啥物？这树皮，哦，迄个泡报纸的树皮，哎，啊，伊有纤维。哦你即马摕一张哦，2分哦，淡淡起来是4分，不止的数。爱经过哦打，底哦平，啊伊迄有纤维，你甲绑命咧用用吼，哎，对，这，迄你八纸，啊这中这太白粉，嗯，果啊，哦，太白粉做的糕啊，狗啊，啊，这一个一个甲糕去，这拢人工的，拢手工的嘿咧。嘿嘿，哦啊落去八纸，哦，啊八纸吼嘛袂使八伤淡，啊伊控制哦拄拄好，嗯伤淡哦，这个所在哦氧化嗯足紧的，嗯嘿，你下报惊淡。嗯，啊，阮若八好吼，拢到3工，哎，吼啊，迄个漆黄黄的迄啥你知道？迄叫做铜胶，
哦，椒即话嘿啊，哦，你怎摕我看？葱呐，葱糖椒啊糖啊，嘿，葱迄会使食哦，这会使食。迄食咧哦。迄产地咧印度，嘿，迄会食，人咧做果酱，哎，这片条超好食款的呢。吼，你食看卖你阿公讲会使食，讲讲会食一啦。我都无啥物味啊，迄会食咧啊。真正。人咧做果酱啊，要做哥哥就爱这啊。真好食，弟弟。真的吼，我就讲嘛。哎呀，真是咧啊。一点仔甜嘿嘿甜的味对对对，所以阿公，你讲你用这做啥物啊？哦，菜在家啦，嘿嘿嘿咱来再听嘛。因为迄个下巴骨骨，啊，你爱有黏黏的才会调咧。啊，切起就是要做金纸，啊，对对。若无切就做大银。啊，金纸甲银纸差别是差咧对。啊，银纸是要烧予咱的祖先，嘿，嘿。啊，这金的就要烧予神明。新面哦。我嘿以为金纸的金是用金金箔，啊，这拢爱用人工落去切，哦。我啊，即嘛有发展到用机器切。嘿嘿嘿。啊，迄个要切的时阵哦，拢阮爱拍个担，嘿。吼，我担配好了爱拍3工，嗯啊，若歹天就爱烧6工，嗯。安尼。哦，啊，这叫做铜椒。葱椒。红椒，铜。糖啊，糖伊心中咧树仔顶像一尾糖安尼啦。哦。不是真的糖吧？伊内底有胶质，椒竹。安尼。我拄只吼，我徛喺阿公边啊，嘿我有看到阿公的手。阿公，你的手，互大家看者。呀，这叫机器缀着，嗯。切安尼。哎呦，拄只你迄纸咧切的时阵，你准去互切无掉。迄只机器，后壁这只。这只。啊，就是咧沾迄纸迄个机器啊，嘛。我超手动的，嘿。去缀着，嘿。安尼，啊缀着就送去急诊的啊，是是是。去天去切起来。哦。哎呦，啊，但是吼，你看，阿公伊的手，咱甲变过来，伊的手拢是有迄金纸的迄个金纸，色，嘿，这已经是50拢担有啊。爱泡料啊，嘿。爱煮料啊，嘿啊调整机器啊，我厝有3台机器，是。一只印纸，嘿。一只裁纸，嘿一只磨刀，拢我咧处理的。哦。啊，你今仔来进前嘛是拢有咧做这个工课。嘿，你是安那才介意做这个工课？啊无做着啊，许多人接落来，我接起来50多年啊。嘿。啊，你若无做，就无人要接啊。嘿啊，哦。你敢有传互别人这个技术？无无。是安那无爱传？有啊，啊阮囝毋有啊。哎。嘿啊，做到我。啊，做甲你，啊你无传落，啊这个技术就无用咧。啊恁囝有来吼？有啊。是伊嘛？嘿嘿，对。啊你哪会无爱学你是咧？对无？爸爸做是世人啊，100年啊咧国宝的这个技术你无爱学？啊，譬如讲，若有人要去找你学这个技术，你敢会甲教？好啊，来啊。安尼吼，若有人要学这个技术的吼，哎会使找阿公，阿公 QR code 伫遮嘿。嘿，吼，嘿安尼煞来有人会去找你啊哦。好啊，无要紧，嘿嘿。讲到真好听的。今仔日啊，两位导览先生啊，介绍拢做精彩，但是咱拢用听的啊，所以今仔日导览先生有炸过来要互咱家己做看卖哦，所以咱即摆就来去做看卖哦。好，呀。做看卖。这爱耍。啊，即摆要背就是这张的中只，啊，嘿，扬起来，啊一个两个。这张甲放，哎，哦，就照遐子。哦，宾馆呢？是安尼哦，这就安尼嘛，有无？安尼啊一个有无？啊，这个个是来我个。啊，讲破去啊！破去了。你足贵的呢。1公斤2800，安尼吼，啊你看，大家会使拣你上介意的，啊你看你要安怎画拢会使。阿公你嘛爱你画哦。买拣一个。嘿，甲画一个，嘿。来啦来啦。我背纸互恁哎，看。对对对对。你继续要甲遮做。好，阿公你做你的。今仔
咱的导览先生有炸过来要互咱家己做看卖哦，所以咱即摆就来去做看卖哦。好，呀，做看卖。这爱耍，这有影。咱这叫做下步，下步，嘿，这听起来甲这下步哈，这就是下步。嘿，这是金的还这是金箔啊哈，这洗步，这大陆来，色还是金？是哈，银。这足薄的布，这步的步，布嘿这会足贵的无？ 1公斤2800，这1公斤2000嘿八，哦，足算足贵的呢。嘿啊，哦，金银铜铁下，嘿，叫做五金。哦，对吧哦，100第5嘿的，哦，啊，因为这烧落吼100%融化，哦，吼，卖一个较白白。是是你若是是，阿鲁米你啊，嘿，烧落袂化，嗯，绿。啊，一个较会白白。是是是，哦，所以这较环保，嘿下步较啊，环保。这就是用铜胶吼，嗯，甲插落去就掉伫遮。就是叫会安尼啦。嘿这就是藤角。吼，啊，伊安怎啦？铜胶有粘度，嗯，啊，这个物件骨骨，是吼，啊，伊会掉咧。调咧，嘿嘿，啊，即摆要背就是这张的中遮，嘿，哦，这张互你比例，对吼啊2点，嘿，吼安尼，吼，安尼甲用起哩，好好。下步即摆要来念这安尼甲下步，混落，这吼，鼓啊，嘛？嘿，哦啊。吼，啊，咱即摆，吼，嘿即摆安尼起来吼，对这张的中互你看，好，好。拄巧伫即个所在，吼，有嘿啊，这张摕起来，摕哦，用这个念起甲来，了起来，啊，放好，念起来，放中哦，正中哦，吼，两个，一个两个安尼落啊，嘿，啊，搁再等，吼，嘿，这个，念起来，吼，嗯，这个，吼，对。啊，一个两个，啊，这张甲放落来，甲放落来，嘿，这只。啊，哎，哦，就照起来。哦，哦，宾馆呢？你是安尼哦，我是讲那无去，这个面粗粗，哦，伊念这个面油油，哦，这个面油油，哦，这丑啊，这个面粗粗，粗嘿，啊，你即马这张甲黏落，吼，啊，鼓啊放落来，伊会调做转来遮，嗯，哦，啊，尼你会晓，伊会晓啊，来，啊，你看这个，这个吼，伊完全会晓，伊足巧，伊足巧，嘿，嘿，吼，这个也，吼，啊，这布啊伫遮，吼，啊，你即马下看这张的方向，吼，嘿，嘿，遮。加甲哦，黏温咧，吼，啊温一起来个，，吼，啊，甲放在遮，嗯，吼，啊，这个甲背去，吼，啊，背去，这个甲刷一个刷一个嘿，啊，嘿，吼，安尼，吼，啊，搁一摆，搁一摆我来，嘿，阿公我来我看嘛。温落够，吼，啊，甲背一个，背一个，背一吼，啊，个，再甲温一个，这嘿，布啊，温一个下步摕咧，好食，了正，吼，安尼，嘿，正正，吼，啊，甲看方向扣啊对，安尼会使嘿无？嘿嘿，嘿，好，哎呀哎，拢走走去，哎呀哎，要买轻轻的，吼，安尼。轻轻的，无要紧，小可歪无要紧，我小可歪无要啊，紧这张甲放落来，放落来，缀起哩，啊，就照等这样啊，变魔术，我手工袂歹。阿公你吹着团铃嘿啊，啊，我会使去学嘛，会使去学。哇，哦，你走袂去啊，哦。我会记你看啦，记了，系啊，我是讲伊那个阿讲，公，阿公，我会使做你的团员无？好，会使，会使吼。好好好。你就安尼嘛，有无？无，这爱运落，啊对对对对毋是安尼，啊，这爱个过一下，对对对对对，吼，过一下，对对对啊，到这个所在，安尼，对对吼，对合理，袂使足济力的，嘿啊，安尼客中有无？嘿嘿安尼啊，一个有无？嘿啊，这个个回倒转啊，啊，搁回倒转啊，嘿嘿，安尼伊，是不是手不来去摸，摸会黏咧，会黏倒袂使，嘿，转来，对对对，手莫去摸，我啊，讲破去啊，我看我，啊，我破去，换去啊！吼，这足贵的呢，嘿，买1公斤2800，安尼吼，啊，你即嘛吼，搭去，爱现在咯，啊，即嘛这个互你做。好好好，甲背转来，毋是甲背转来，背转嘿背转来，背转，嘿，啊，这张甲放落来，嘿，啊，好，啊，这张就好啊，完成。哎，花一个康心灵的美小少，可小可，来，咱两个拢有。
哎，合作。这无啊简单啦。嘿，这张甲你扣好哈， OK 好，伫遮哈。啊，你即马1/3， 1/3，这较稳落。安尼。嘿，啊，你即马瞄准，啊下一个咱甲塞去哦。啊，甲塞去。瞄准。嘿，啊塞去，啊这个再个塞倒转来。哦，啊哎这张呦，这张甲放落来。阿公找着团领了。哦。哎呦，我甲你做伙，啊那，做伙你看电视哦，人个本遐工人你做足紧咱的。足紧的，啊，这支我帮你收的。嘿，安尼嘛。你跳，阿公赞啦，赞，趣味趣味。哇，啊，再来，咱看的这是啥物？咱通做做会以外，因为时间较长，是所以咱今仔来互大家做迄个美术课、劳作课，吼啊，所以哦做休息起啦。嘿，咱会使看者吼，这就是咱75岁的阿公做的，嘿，所以伊观察足有的，所以会使甲这叫迄个麒麟鹿，嘿，哦，国语叫长颈鹿，对。哦，所以伊会使拄咱的同操心，甲做到遮精致，对。嘿，但是咱今仔无即个时间吼，所以互大家做上简单的。吼，咱因为咱有讲吼，这通操心伊会使吸水，哦，所以咱等下完成作品了后，咱才有即个精油，你会使经你上介意的精油甲滴落去的时阵，啊，就有香味啊。啊，咱锁匙啊放进去，你就闻香味讲哦，伫遐，嘿，这有即个功能，嘿，对。哦，啊，所以咱大家会使经你上介意的迄个，啊，你看你要安怎画拢会使，啊，来做劳作者，嘿，对。阿公你嘛爱你画爱哦，顶一个。你嘛爱，这互你，这大粒的，哎，哦，对，啊，咱简单，譬如讲甲上色，你要圆的，吼，三角形的会使，哦，画图啊是你要有法度签名，嘛会使，嘿，哦。这种创意啊。嘿，手势圈啊，阿公，你安怎做袂使，敢若讲话啦？你安怎做啦？阿公要画无？嘿，甲画一个，嘿，来啦来啦。你要做金纸，嘿，我八纸互恁嘿，看。对。伊继续要甲遮做好完。好，阿公你做你的。就有家己的想法。这是职人精神，对啊。贯彻始终。这互咱幼稚园的囡仔，也是咱这个老人据点的是大人，吼，因拢会使上课来用。嘿，阿公，你敢会使贴一贴个西布伫顶管爱这样。做联名，嘿，fit。我就新产品。新产哦品。袂歹。啊，滴滴拗掉。迄个。哦，好看。哦，阿公佮甲你搭咧。好啊。哇，金谢谢，联名。哇。啊，我画好了，哎，上个精油。上精油。对。有香味。哎。哦。这柑橘咧。天然的。我会好势啊。好。嘿。我会好势。爱偌济？规罐。真棒诶！规罐。你画啥物？这个是幸运草。是吼，幸运草。幸运草。啊，幸运草。4A 幸运草。4 A。4 A 啊，好你4 A 来 A 好啦。4 A。啊，我做这吼是金纸阿公。闪闪发光。哎呀，金纸阿公。阿公，这是你呢？有成无？哎啦，你看，这古锥的呢，这个要送你的啦。好安尼哦。哎啦，啊这要送你的。啊你的联名的？我联名的，我两边拢有，啊这嘛有爱心，因为这拢是需要传承的。需要。啊你为什么？我唔是这边，我画美国队长，因为做这传统的物件，就敢若 Superman 共款，所以美国队长，台湾队长就是阿公，赞。哦，赞。好，安尼吼，拢体验过，安尼手机啊麻烦爱听，吼，咱要来投票啊，哎，是通草还是咱金纸国宝，吼，嘿。
好，哎，拢倒好，哎，金纸啊是这通册，来1、2、3。阿公你有4票，阿公赢，啊这通册有2票，大派到通册老师。因为我知影阿公一定会赢，因为伊规世人的精髓拢伫遮。啊，阿公我伫遮，阿公你赢，阿公你赢，你赢。阿公你拄则咧看啥物？我看你看袂到世界看物最较精彩咧。你拄则咧看啥物哈？啊，你拄则咧看啥物哈？我伫对啊，哦，你正边头，你毋是正平迄个正平地无迄个你嘛？嘿嘿，哦，你看你几票？无下，无写票。咱会唔对。有4个人啦，下骹有4个人投你啦哦，嘿啊，啊，干若伊无投尔啦，伊啦，嘿我无投，因为呢，我知影大家拢会甲伊支持，所以我甲老师做另外一个支持，因为呢，这通册哦嘛是足环保的一种我嘛去拄着一个啥啦，新明大，哦这讲叫伊金纸烧较好的，叫主人啊，伊讲啊，毋是拢共款，伊讲有人去做，你爱去找。哦，伊讲啊，我要逐找，伊讲我带你来，哦，啊，伊甲这讲，好车去车来，啊，我带你来，啊，找来到阮兜。这神奇的故事，是，找来到阮兜，啊，伊怎咧车门口个，佮甲这讲请落来，啊，来入去阮内底点货，要爱啥物款，要5500块。哇！这公司家己来买货。伊讲要爱正金箔的金纸。是。啊，我有伫做。是。啊，这讲找来我厝的。是。安尼阿公，你爱继续做落去哦，安尼互咱新民较欢喜的，啊继续甲咱保庇安尼啊，保庇咱这片土地安尼啊。啊，我知影你有足侪故事要甲大家分享，但是阮节目淡薄仔较短，啊，最后你帮阮念顶关系好无？好，你看会到，敢会看得到？新的一季开始，嘿，新一季开始，嗨，导览先生有自己官方赖，台语。搁有台语引导大家可以去这种随时有啦，我迄个，各位辛苦啦，拢有咧看，各位观众朋友，多谢你的收看，多谢两位导览先生，咱下集来相会哦，拜拜。阿公的赖，传的啊，传的。好可爱，多吃啊！我演那个老人戏哦，哦，老人，看看在。